家好，安尼敢有听着？有。有。今仔日因为邢家医师伊变主任了后，伤过无闲啊。伊讲，伊请我甲来做主持，甲大家简单介绍今仔的主题。今仔日因为咱邀请着吴优物理治疗师来甲咱介绍今仔即个主题。吴治疗师其实是阮翁啦。伊即马伫斗内开一间工作室。阮即个工作室主要就是咧帮人处理即个筋膜造成的身躯一寡酸痛，也是身躯一寡像肩胛头夹袂起，也是骹头躯咧弯的时阵会痛，即种身躯卡条的感觉的一寡问题。这筋膜到底是啥物呢？这是最近真流行的一个词啦。所以今仔就来用台语甲大家介绍一个啥物是筋膜安尼。因为我看时间嘛差不多然后桌顶若有一寡人所以咱就开始今仔即个主题。好。好，我开始啊。安尼有看无？有。大家好，我是吴优。今日我要讲的主题就是甲这头拄有讲的咱的筋膜。伊这就是一种咱身体的网络的系统。咱即马讲到网络就会想到讲是一种咱要上网嘛，要看影片，还是查一寡物件，拢会用到的网络。网络伊有几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会使去连接着咱无伫咱身躯边的物件，比如讲，咱会使去查一寡册顶悬的资料。电子册即种物件，咱无伫咱身躯边，咱会使看到。咱嘛会使交换，比如讲，咱会使去甲咱朋友去交换一寡咱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意见。大家共同分享咱知影甲毋知影的代志安尼。甲几个物件结合做伙，这就是网络的特别的所在。其实网络咱一般想到就是上网的网络嘛。但是咱一般生活当中，水电这嘛是一种网络的系统，因为这就是咧甲阮连接咱无伫咱身躯边的物件。甲咱国家共款我伫咧研究所的时阵阮老师、阮教授迄时阵就甲我讲一个我感觉足好的概念啦。伊就是讲，人的社会人体其实甲社会共款，就是你有无共款的部门嘛。你内底的资源你要有法度去分配。就是因为阮时阵阮的实验的，就是咧食糖迄种物件啦。就是伊是咧，阮老师就咧讲，迄其实糖的即种物件，就是甲咱身躯共款，碳的资源共款，就是碳资源啦。就是伊会分配着你的身躯的碳资源去你咧运动的时阵，你的糖为倒去，是要伫血内底血糖，还是你要用做甲咱伫咱筋脉遐使用？迄就是一种资源的分配。咱国家嘛、社会嘛是共款。你看国家社会伊有一寡硬体的基础建设嘛。有土地会使去生活嘛，土地去种物件去起厝咱爱住爱土地嘛。搁爱有交通头拄仔讲网络的系统，就是会使去连接嘛，去交换咱的物件。所以交通的系统嘛足重要的。
高速公路啊，啊，佮有一寡一般的道路。啊，电力系统嘛是共款，咱一般咧食电啊，咱咧使用咱电器啊、看电视、用电脑，拢爱需要电源嘛，爱有电力系统。甲水啊，清气的水，还是咱用过的水，嘛是拢爱回收，啊，搁去处理，啊，看要流去倒位，啊，若较垃圾的，爱搁经过处理，再使搁使用，还是搁排出去大海内底嘛。啊，搁有这政府的咧，就是办公的大楼，这嘛是爱起厝嘛，爱有起这种大楼，会使去做咱的物件，这就是咱国家的硬体部分。啊，甲咱人身躯共款嘛，咱体内的空间，就是甲咱土地共款嘛，咱爱有内底要有物件，放咱跩腹内的器官，啊，搁有咱食落的物件，要有空间会使放，所以这咱人体的空间最重要的。啊，搁有神经嘛，神经就是大家拢知，就是伊爱甲一寡大脑内底的信号啊传去咱骹手啊，啊，互咱骹手会使震动。啊，搁有消化系统，咱食落去的物件会使消化，啊，甲这内底营养分，啊，搁透过咱循环的系统、肺经啊，去咱身体有需要的所在。过来是甲咱办公大楼共款嘛，咱要有皮肤啊，啊，要有骨头，搁筋肉啊，甲筋膜这种啊。就是这种构造来去维持咱形体诶，保持咱形体、咱人体形体嘛。啊，搁有啊，即马就爱讲到网络的系统。网络的系统一般咱会想到就是神经甲肺经嘛，就是神经爱传去咱身躯每一个所在啊，甲阮身体讲即马需要运作，还是需要休困。这种神经的系统，啊，搁有肺经嘛，肺经就是咱营养素啊，爱运去身体的所在，每一个所在，啊，搁有迄咱咧喘气的时阵，迄送素嘛，嘛是爱送去甲咱身体每一个所在。啊，筋膜咧，筋膜就是咱一般咧简单讲就是筋嘛，咱咧食。咱咧食肉、食牛肉、食猪肉，迄顶管有迄白白，迄就是筋嘛。筋咧就是伫咱筋肉顶管迄层物件，迄层构造啦。啊，但是伊毋那是敢若一般会想着讲伊是支持这形体尔，但是伊其实足重要诶。我等下甲大家介绍是安怎，伊是足重要诶。先看到这筋膜筋的这位嘛，你会使。简单讲，就是皮肤下骹有一层较浅的筋，啊，伫筋肉顶悬嘛是少有一层比较起来较深的筋，啊，伊就是讲这是浅筋膜甲深筋膜嘛，一般咧分类是安尼。啊，较浅的即层咧较紧，因为伊伫皮肤下骹，所以伊是甲咱一般感觉到咱外表的。环境的温度啊，温度变化就有关系啊，搁有咱一般淋巴啊，淋巴迄种循环较有关系。迄有一寡人可能淋巴水肿啊，水肿迄种诶，水肿诶，若是去检查伊诶较浅诶筋啊，其实迄种遮诶循环拢较无好。啊，搁较深诶筋咧，就是甲咱筋肉一般咧，甲是。讲甲运动较有关系，就是伊若骹掉诶，会就是会较甲运动无法度出来诶，即种较有关系。啊，即摆来看这筋诶，筋伊是毋是你咧想看迄达拖迄图，敢若一定一定，其实伊是一个较立体诶结构啦，就是你安尼甲看，伊其实是若一个。一个肉啊，甲这骨头安尼包开，感觉像迄正手柄即个
度共款，话共款，伊就是甲这中这结果这就是拿骨头咧，甲包开，包开就是内底迄塑胶袋内底有一片嘛，外口嘛一片，这内底迄片咧，就是包骨头，就是咱讲的一般讲的骨毛的所在，甲外口迄就是筋毛的所在，伊就是像即种物件，伊的外表其实是安尼甲包开，中这安尼合开遮，你看这嘛是筋，就是即种所在，就是咱一般。比如讲，你食牛肉，你食猪肉，迄筋夹无法的迄种所在较粗的，就是差不多即种中即种所在，就是较厚的筋的所在。其实毋但是骨头啦，你一般咱腹内器官嘛是共款，伊其实外口的包的筋毛嘛是生做即个形。你看，伊这神经外表嘛是即种大脑外口嘛是拢即种的。还有咱心脏外口面一张毛，伊嘛是共款，嘛是生做即个形的，伊嘛是安尼甲包开的感觉。肺部嘛是安尼甲包开安尼。你会使想讲，就敢若一个鸡龟滴水，甲手包开的感觉，内底有一片，外口嘛一片。这其实咱肺部咧安尼咧看的时阵伊虽然是安尼包开，但是因为咱这器官甲这咱爱固定伫咱的身躯嘛，所以其实伊有筋，伊的筋会牵伫，佫牵出去，牵伫咱连伫咱身体内底，咱的空间内底，固定在内底。像这筋，伫这有人有做翕相来互恁看。伊看这就是为头壳连接着咱的骹脚片，佫有这是较尻川头遮，佫有大腿、小腿，甲咱骹底，伊其实你安尼甲看，伊若无直接甲加互长切互开，伊其实会使去做一个连做伙的筋，所以就代表讲有的人讲。较疼，你这脚趾片还是腰较按有当时你若真正伤按，其实加减会去影响到头壳遮，会感觉遮头壳遮会按会疼安尼。你若个破开甲裂开，你这会使看到这毛是生做即个形，伊毋是敢若拿迄种保鲜膜迄种诶，安尼一层尔，伊是内底是安尼一丝一丝就有弹性诶，拿迄纤维迄就。网安尼就有弹性的。你看这若甲切开，就是安尼。头拄仔讲的迄种迄较粗的筋，就是生做安尼。内底也是有无共款的，是白白无共方向。伊其实你看足乱的，但是你直接甲看，伊其实是特定一站一站拢无共款的方向的，甲塔做伙。变做一个网所以你较好的筋其实会使去适应着咱身体咧震动的时阵无共方向会扭的力。伊这内底咧是安怎伊有法度去适应，佮安尼网安尼咧，伊就是内底有一种咱讲的迄，就是定定去听到迄玻尿酸伊就是内底有一种即种物件伫内底，伊会使甲这。若迄油共款，你咧震动的时阵呢，会使较流利，会使去适应着迄各种的迄种扭的力。筋膜的功能呢，就是会使看着讲，伊的功能，咱头拄有讲的嘛，一般伊伫迄咱较深的迄筋伫迄筋肉顶悬嘛。所以伊甲运动就有关系。你若咧骹手咧伸球的时阵伊就会需要去变化伊的方向嘛。所以伊这足重要的。佫有感觉就是伊毋但是敢若会使固定，伊其实顶悬有一寡神经的细胞会使去感觉着恁伊即摆是去互扭互长，还是去互球较底的安尼迄种状况安尼。
啊，过来是头拄有讲过，伊会使固定咧咱腹内迄种器官，伊的胃，互咱无你若咧走的时阵啊，你的胃啊无固定，你咧走的时阵，伊就伫遐害咧害咧，你会无爽快嘛，所以伊爱固定一个胃，啊，搁爱有一个会使春秋的空间，会使咱咧害的时阵，伊爱有一个若迄铁马啊，还是乌托邦迄种曲项共款，伊会使甲你。莫互咱咧害来害去，啊会使去适应着咱身体各种的变化。啊咧紧咧做动作的时阵咧，甲这都共款，伊毋若是敢若骹咧震动诶，敢若就是你咧动作的迄个位咧震动尔。你看伊这个人，伊看头前一个足讨厌诶物件，石头啊，啊伊也是安怎，伊要甲踢走。你有看哦，伊毋若是敢若骹爱做动作，伊头一项伊爱看准嘛，你要踢啥物物件，你的目睭爱看嘛，所以目睭遮迄筋肉爱出来，爱去固定着你的方向嘛，你袂使安尼黑白看嘛，所以目睭爱出来，目睭爱看，啊头嘛是爱向头前嘛，向你的目标嘛，无你试看觅你头壳弯倒边，啊你要想要踢，你会感觉较踢袂准嘛。啊，你的顶半身爱固定，你若无固定啊，你骹会嘛会歪啊。啊，踢出去的时阵呢，大腿头前，啊骹爱伸落地，伸落地才有法度甲物件踢出去嘛。啊，你踢的时阵呢，你踢足大力的，你的骹腿后壁嘛要出来爱甲身体扭咧啊，无你骹呢会伤大个踢出去，啊无扭咧，伊会规个扭伤啊。所以规个一踢的动作咧，伊会紧，就爱就遮侪物件，遮侪部位的所在会紧，爱需要着咱出力。所以讲，伊是足重要，伊是逐部位拢爱有做会到。啊，咱紧伫体内的工课咧，头拄仔讲的，佫有感觉，感觉就是你咧扭开的时阵咧，伊还有一个弹性，伊安尼扭开的时阵咧。伊有都感觉到，就是我即摆去互扭好长啊哦，还是我即摆去，你看遮二头肌遮，伊咧出来，伊咧桥底，伊都爱甲讲，都爱信号去甲咱的神经讲，哦，我这二头肌遮已经去互扭好，已经咧出来咧桥底啊哦，伊爱去甲讲，啊，搁爱伊爱甲伊对面的遮这三头肌遮，伊爱甲讲啊，遮桥底，遮一定爱伸落地啦，遮爱。变较长诶，伊这若两边拢共款拢球底爱无效啊，所以伊爱去甲讲这三头这边另外，伊爱甲伊对面诶讲，你即马爱伸较长咧，无我即马遮无法度球底，所以伊筋诶功能咧，嘛是爱去甲内底去讲，因为筋伊当底变化咧，伊咧变化诶时阵，迄。大脑爱知影，安尼才有法度去，互咱的动作搁较好咧。所以讲有当时啊，你看有诶工人迄运动诶，迄细胞无好啊，较早有迄种动学啊，你大概体育课诶时阵啊，拍球，拍甲你感觉伊安尼敢若怪怪，迄其实甲筋嘛有淡薄仔关系，就是伊可能骹手较硬啊，还是伊诶。这神经的信号啊，咧传就较慢，还是较无啊好，所以你会感觉伊手要伸直的时阵咧，啊骹嘛咧伸直，啊所以伊就感觉怪怪，所以这甲筋嘛是足有关系。啊筋若出问题是啥物意思咧？咱一般是毋是拢会酸痛啊骹会安定定安尼？其实这甲筋有淡薄仔关系，咱筋膜变定。就是咱华语讲致密化，就是伊会变做较高啦。你会去想，就是简单讲，就是伊这内底头拄仔讲伊迄若网仔咧，啊伊迄内底有迄玻尿酸嘛，伊会变做较高，伊迄内底较高啊，变做较高。迄咧念迄鼓仔共款，迄鼓仔若变较定是哩，若放一针仔，伊就会变较定，啊你就无法度。去甲刷叮当啊，迄就是
变做安尼，伊就是较有问题，变做较无遐你的筋就无遐流力。啥物状况会变做安尼咧？你咧想哦，伊正常的状况，伊是毋是你咧叮当，伊有咧正常咧叮当的话，较无迄种状况。若是你若长期咧过度去使用，比如讲，你若想讲，若一块海绵咧，你安尼一直甲戳，伊内底原本有水，你甲戳落，水走出来嘛，你搁放互开，搁用水落，伊是毋阁有水。但是你若一直拢无去补充，无去使用，无去互伊自然的循环，肺部循环互伊休困的话，伊就一直伫迄个足大的迄个状况嘛，所以伊迄就是变做较硬，搁有无共款的无好的姿势啦，无好的姿势就是，比如讲你翘久坐较久的，翘久你的筋就是长期伫一个无好的位，伊就无法度搁补充，安尼就会较硬，还是受伤。有当时像迄，你若海绵嘛，去互割破，还是安怎？伊破一空其实伊咧含水的能力就较歹嘛，所以伊迄个较久以后，伊就较硬。所以有当时你的筋会影响到一寡旧的伤，较旧的伤较早去受伤着，还是有做过手术，迄个减拢会有影响，对你的筋有影响着。筋会影响着啥物咧？咱头拄有讲嘛，就是你的功能就是运动、感觉，搁有迄固定咱体内器官嘛的位，所以伊若较定较硬，会影响着啥物诶？你动作咧做嘛？就是咱头拄讲的，你应该出来的所在无出来，你应该放轻松的时阵，你颠倒一直咧出来，所以伊的动作就做起来就是怪怪，做袂啥较无遐流利过来就是你运动爱出来的时阵咧，伊无法度力，无法度出来，所以有当时会比较开，你的骹手会较无力，还是讲关节一直咧出力，所以关节硬迄种的，所以你关节咧流力的程度嘛是会去受到影响。搁有一个我无写出来，伊就是甲你器官若伤按，其实你腹内器官加减会去互影响着。你就像讲你，比如讲你的大肠、小肠外口一个落甲你缩咧，迄个落咧若是较会使叮当，较有弹性的，若加几迄种材质的，你咧叮当的时阵，伊才有法度适应着你的内底的变化、空间变化嘛。你若是摕一个足定的迄塑胶落你内底咧叮当的时阵呢，伊空间足少的，所以佫无法度挺互开，你的腹肚你的大肠、小肠较会胀气较会疼，所以有当时筋若伤按你筋膜伤按，有当时会去影响到你较会胀气还是消化较无好，会去影响到。有当时咱比如讲，当有当时骹手若种硬的时阵你去骹摸会感觉疼，搁有咱有当时你医生若咧做检查的时阵你大肠的还是胃有发炎你去家己你就感觉会疼，迄种感觉就是因为咱筋的正常的活动的程度有较歹。你甲离落的时阵，伊原本爱感觉到是你离落迄个感觉，就是甲你的手离落迄个感觉，你袂感觉疼但是你若伊这活动的程度较歹的时阵你甲摸落，伊会感觉到疼，就是伊这较无法度适应着迄个压力的刺激，会变做疼安尼，所以这就是咱有当时较硬较按的筋会感觉到疼的原因。就是你的信号已经错乱去咱一般咧想讲这
筋的影响的时阵啊，就是上重要是，头拄仔讲较久啊，是讲伊规身躯其实拢会连做伙会小牵咧，就甲咱风态影响共款。你停电，你遮停电有可能你5公里外诶徛家嘛是无电嘛，你这电火条倒去，则倒去啊5公里之外迄徛家迄嘛无电，迄若饮水啊，遮排水若出问题，遮饮水啊其实。伫别位，因为排水系统是连做伙，所以伊遐嘛可能嘛会去受到影响。啊，厝顶若飞去，你遮飞去的话，恁即户遮若饮水啊，嘛是会拖去个别位去啊，所以伊其实这紧的影响，甲咱一般这风台影响共款嘛，袂伫干那伫即位尔，所以你爱去考虑的是。你遮感觉会疼，还是会酸做了无好，啊是毋是其他所在会受到影响，有出问题啦？所以你筋肉甲骨头的问题咧，有当时你爱规个身躯去做判断，啊有学者啊，就是较专业的医生啊，迄学者有讲，因你这身躯的骨头啊，你会使看到这其实。爱有稳定甲活动，会夹做伙。你看这红色的是代表讲，咱一般较有咧接活动的所在。你看你的头，还是你的手腕遮，伊这有咧较有咧震动的时阵啊，伊这顶悬甲下骹的关节，就是爱保持稳定。啊，你中午才有法度震动嘛？啊，若规个拢会使。活动足好诶，拢无一个所在是稳定诶，安尼你动作就做袂好啊，你诶平衡就较无好嘛，所以你爱规个落去看，啊规个落去看，你就想着讲，伊这出问题，其实甲咱伫山区咧找无路共款，有当时啊咧，是因为讲。毋是咱驶车去山顶嘛，啊车无问题，啊咱人嘛无安怎，啊油嘛足济，啊但是咱就毋知要行倒位嘛，咱迄手机啊无信号，啊查无迄地图嘛，所以咱就毋知去倒位。虽然讲咱身躯拢无问题，啊但是咱就感觉找无路嘛，这就是甲咱有当时啊筋的问题共款。你若去检查你筋肉甲骨头看起来，迄电工看起来拢无安怎，啊，但是你就感觉会疼，还是你身躯无啥会震动，所以这就甲咱去山区找无路共款意思。啊，所以讲咧，咱有看即个案例啦，就是一般咱来看的时阵咧，即个人。有当时是其实逐个人拢共款无，但是你咧徛开的时阵咧摸涂骹，啊比较开讲，敢若骹摸袂着涂骹，啊敢若较暗。但是其实逐个人的状况无共款，你看即个人，伊若按腰要摸涂骹的时阵咧，其实伊的腰部嘛是爱弯嘛，啊伊的骹伸直的时阵，你大腿后壁的筋是爱有法度较灵咧。你才有法度摸着涂骹嘛？一般诶人都是感觉家己诶骹后壁足暗诶，啊，但是有诶人是还袂扭到骹暗诶时阵，你就感觉你骹接偏啊，敢若弯袂啥会落去。所以这共款诶动作做袂到，可能是无共款诶所在落去引起诶。所以即种咱就无共款诶处理方式啊。你看。第一个就是你若骹较暗，你会使去揪你骹大腿后壁筋路嘛，啊好揪较灵会较松咧，安尼你比较开做即个动作就较好。啊，另外一个咧是，你若是脚趾偏较暗咧，你会使做一个拍咧，敢若咧拜拜即个姿势，你会使放轻松，啊，甲你后壁咧脚趾偏遮啊，甲揪开，互你较灵咧。但是啊，这都会有法度帮助啊。甲你像迄腰咧酸诶人共款啊，你看这一个，伊腰若咧酸诶话，有可能是你看后壁这筋，有可能是
较紧才咧按嘛，个规个后壁即条拢扭咧，所以你会使检查着你倒咧时阵咧，较牙好悬，唇齿牙好悬，靠后壁有较按无，去检查着角度有好无安尼，佫会使看你小腿遮有按无，做一个头前这较弯，后壁唇齿，去揪这小腿后壁的这筋，看会较有按无，两骹敢有差，看有平时有翘久无，这拢是一个较看规个身躯会有出问题无，规个筋有出问题无一个方式啦。你保养的筋的重点咧，咱头拄仔有讲，你会使有当会去抓铃嘛，去抓的，甲较暗的所在放互轻松，甲扭好开，是甲软软的，软软的就有当时若迄你咧海绵共款嘛，你甲内底你若含的迄较落的较油的水啊，你是毋是爱甲离的，佫用清水甲离的，互伊内底较无卡迄油的物件，迄抓铃的意思就是安尼，你会使甲扭好开，佫甲离的，互伊内底循环较好，内底成分较顺较好安尼，佫定定爱甲叮当者，莫互伊保持伫一个姿势，佫一个是大家拢较无去想到的，就是你爱定定你的水分爱有够啦，就是因为你水分体内水分若无够咧话，你着整个你安怎叮当，伊内底嘛无法度补充新的水分啊，就是原料无够啦，所以你嘛是爱啉水，所以运动以后啉水这嘛是最重要的，平常时啉有够水分嘛是最重要的。平常时咧，佫有一个爱保养的，就是你爱听着你身躯倒位较出力，爱去注意着你平时生活的姿势，看是有的人讲可能第个就是会想要翘骹，翘骹的话咧，你就是你的身躯着爱较注意啊。是毋是因为你会感觉你的身躯感觉着你做这个动作的时阵会较爽快，迄就是无好诶，你着知影讲你可能有身体有一位会较暗啊，所以你会较介意做这个动作。倒位较会酸痛嘛是爱会记咧，佫有你，比如讲你逐个人做工课的方式无共款，有人爱徛，有人爱坐，你爱去想讲有可能对筋有啥物款的伤害，爱去恢复着咱身体的能力。就是爱运动啊，姿势调整，去增加你身体有法度感受的能力。比如讲，运动的，因为我之前有甲大家分享过运动嘛，其实佫有一个运动的重点就是，你爱有法度互你的筋去做无共款方向的动作。譬如讲，你定定咧坐咧嘛，你坐咧就是。这个动作安尼翘，久安这个姿势，你爱有法度去做另外一个方向的运动，就是你若定定坐咧，你就徛咧嘛，你就无共款的方向嘛，所以讲这就是一个运动的想法啦。佫有一个运动就是足简单会使做的，就是散步。散步其实无像大家讲的遮简单啦，因为散步的时阵咧。你正脚踏出去的时阵，你是倒手的向头前嘛？伊就是一个颠倒柄的方向的运动，所以伊其实有一个身体咧，敢若咧转面筋安尼迄个动作会转你的身躯，所以伊其实一种对你筋毛足好的运动，所以大家若是无啥感觉，无时间会使运动，就是会加去行路，行路的时阵，甲骹步踏较开咧，手海较悬的，安尼其实对你的筋毛是足好的运动，安尼。好，大家我今日分享就到这，这我有联络的资料啦，就是恁若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就是甲我联络，也是问我一寡问题，拢会使。好。
好，安尼，咱多谢我物理治疗师即个甲大家分享的即个主题。大家即马敢有啥物想要问的问题？好，那无问题的话，以后其实大家若有啥物想要听的主题啊，甲运动有关系啊，还是甲即种酸痛有关系的主题，其实嘛是会用甲我讲阮则去讨论看后一届要甲大家分享啥物主题安尼。安尼时间嘛差不多今仔就到这，大家再会，拜拜。